什么最近桃花不是也很旺吗？对呀，跟杜先生的感情是怎样？姓杜都知道。有血。没有啦，就是好正常的交朋友这样子。有不正常吗？没有，我意思说是很正常。对，就是对，谢谢大家关心。算稳定发展中吗？好羡慕杜先生哦。哪一个？哎，现在是年轻人女神啊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70、80万的粉丝有没有？那觉得他是怎么样的对象？不错啊，就是人很好，这样跟奶哥一样。我有看过照片。你说偷拍照？偷拍的照片。对啊。被偷拍吗？哦，你很发了我，谢谢奶哥的关心。那杜先生私下的是什么样的人？拍片怎么样？有跟他打过牌吗？我就是会跟很多朋友练习啦，就是每个朋友都会练习。杜先生是其中一咖了。所以你们是牌友。没有，是帮他练习的人啊。哦，这样可以吧？奶哥怎么觉得越描越黑？真的吗？先不要讲话。哎，我知道，我们是帮你练习的人，跟你对不对？应该没有男女关系啊。对啦。对啊。就是男女都有帮我一起练习，这样子。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